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11，旧历的3月初7，礼拜4。民进党的总统初选确定要来延期，伫个无改变流程甲初选的机制之下，甲协调期扭长到5月22日，党内的立委初选了后，才来做总统的民调。独派的大脑是真反弹，总统府的政治正5礼拜讲，这根本就是跋歹搅，规气宣布戒严好啊！也毋过，有人认为。 紧事看办，豆豆啊来，才会当圆满。虽然有人说穿裙子的不能做三军统帅啊，但是我真的就是三军统帅啊！民进党内总统初选面临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的挑战。拜三，民进党中执会阁决定讲，总统初选要延长协调时间，等5月22日立委初选以后，才阁准备总统初选民调的作业。会不会觉得说对赖清德不公平？ 本来后礼拜就要开始民调，即马搁延5月。赖清德伫面册顶面写讲真遗憾，总统府前资政嘛是独派大脑5礼拜，认讲安尼无公平，骂民进党规期戒严。那不能戒严的话，他说不定就来一个征召啊，征召不成，那就宣布戒严啊。伊甚至认为这是跋歹搅。跋搅以前所有的规则，所有的道理，大家拢讲清楚啊。啊，中间再搁甲你改变过，安尼毋是跋歹搅，毋是啥物。 不过，党内某人认为讲，即马提名真正有较早。每天都好像都在消栓气，急什么？国民党现在连公告都没有啊，跑在别人前面了。我觉得这也是没必要啊。我们拿一颗绳子自己绑自己。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时程搁延期，支持甲反对的声音拢总有。安尼做会较好，也是会好伤痕搁较深，考验到民进党的团结。